跟住下一位李浩然議員。呢一個嘅項目咧係好好嘅，咁我亦都支持。咁而且裏邊有好多嘅創新嘅元素啦。咁裏邊咧亦都提及到其中一個創新咧，就話係善用內地嘅建築方式同埋能力啦嚇。咁包括係既有香港嘅標準同埋呢個範圍規範之外咧，亦都適度咁樣採用內地嘅設計標準同埋施工規範。咁呢一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介紹多一啲咧？係呢個機制點樣去做？包括可能個互認啊、標準等等個機制係點樣去即係行使嘅，或者係點樣去即係執行嘅？咁我諗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想問問咧，就係如果我哋係因為呢個鐵路啦，可能係包含咗既有香港，亦都有內地一啲嘅即係最好嘅標準咁去製造出嚟啦、制定出嚟，會唔會有需要咧係同我哋本地既有嘅鐵路或者未來本地即係境內嘅鐵路係可能有啲嘅對接咧？呢度裏邊亦都包括一個延伸嘅問題，就係例如我哋睇到咧，而家喺洪水橋呢度地方咧。會有我哋嘅屯馬線嘅洪水橋站啦，咁睇嚟咧就兩個站係唔係一齊嘅，而係分開嘅。咁中間係點樣對接咧？包括長期點樣對接，同埋因為呢兩條鐵路，即係我哋呢個屯馬線嘅鐵路，同埋我哋呢條而家討論緊嘅鐵路咧，興建落成嘅時間咧係有先後嘅。咁樣喺嗰個臨時性嘅對接又係點樣處理咧？兩個問題，唔該主席。好啊，上臂唔該。主席，或者我先解答，如果有補充，可以讓副秘書長或者係處長去補充一啲技術嘅細節。咁首先就係第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國家嘅標準啦，特別係一啲鐵路建設。其實就算我哋當年咧喺高鐵嘅時候咧，都有遇到呢一個嘅概念嘅。咁但係咧喺今次呢一個咧，因為佢係直接嘅跨境嘅項目咧，我哋更加係希望咧能夠再創新少少，就係引入到國家頭先所講啦，佢基建嘅速度同埋個標準其實都係世界舉世矚目，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標準。咁我哋希望咧係能夠達到個成本效益咧，令到香港嘅基建可以提速提效，同埋個成本效益都係有更加優良嘅方面。咁喺呢一度咧，我哋都係就住喺本地法例嚟講咧，其實就住建築物條例咧都有賦予到一啲權力咧，我哋係能夠豁免某一啲嘅規例或者標準。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嘅路政署將會係把關進行呢一個工作，就係咧就確保我哋使用呢一啲內地嘅基建嘅鐵路嘅標準啊等等嘅時候咧，係可以喺香港呢度相適應。咁處長係會做呢一個嘅工作。我哋當然喺依家都仲係一個設計嘅階段，因此我哋係有一個空間咧，係去研究呢一啲標準嘅落地嗰個方案係點樣做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住嗰個同本地鐵路對接咧，依條線本身我哋係一個項目咁樣去進行啦。但係對於同香港本身嘅鐵路嘅銜接，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視嘅環節。喺洪水橋站咧，將會有一個好適當嘅，其實佢一個站就好近嘅，我嘅理解，直頭係我哋做得到係一個連接性。當然啦，我哋係的而且確好似李議員所提及，因為個落成嘅時間可能會有少許嘅差別咧，我哋會考量下究竟嗰個臨時嘅接駁啊等等嗰啲一定係會做好嘅。咁但係預留咧就已經預留咗足夠嘅空間同埋個設施係去做一個銜接㗎啦。多謝主席，多謝議員。